有邊個估到原本一單難忘嘅球迷奇遇記，今日竟然會變成一單法律訴訟？講緊係舊年12月27號，率領馬刺啱啱擊敗籃網之後，法國長人雲巴亞馬賽後應一位5歲嘅球迷要求，主動同我小球迷交換波衫。點知2日之後，件波衫竟然公然攞去拍賣。據講，斑馬仔聽到嘅消息之後幾唔開心下，仲喺自己社交平台 X 嗰度 post 咗個喊喊 emoji。好啦，嗰件波衫俾人放咗上 Golden 拍賣網，原本去到2月22號成個買賣就會結束。點不知喺2月21號，斑馬仔因為右肩出現深層靜脈血栓塞，而被逼提早收 lift。個小朋友嘅爹哋 Desiree 竟然突然間宣佈話，由於佢個仔好後悔將件衫攞去拍賣，所以決定擱置成單交易。Desiree 仲表示，佢同 Golden 拍賣網簽嗰份合約嘅同時，並唔為意未成年嘅小朋友如果冇法庭指定嘅監護人收取超過5萬蚊美金以上，係屬於違法嘅。另外呢家人仲話 Golden 拍賣網喺未經當事人同意之下，擅自用咗 Desiree Junior 同埋 Desiree Senior 嘅肖像，廣泛嘅曝光，令到當事人蒙受心理嘅傷害。Golden 拍賣網梗係唔睬佢啦 ，click 入網登記，將件衫攞出嚟賣，登記個人資料，以至提供相片以及簽嗰啲網上合同，全部都係你家人一手一腳撳出嚟。你話褪軚就褪軚啊！件波衫最後以73,200蚊賣出，相比斑馬仔新秀第一場落場波衫賣出嘅762000，唔夠1/10嘅價錢。對比起歷嚟最貴嘅新秀波衫 Kobe Bryant 嗰件波衫喺2021年5月曾經係以369萬賣出，咁當然更加係小巫見大巫，告上法庭要求網站作出賠償，以及將件衫歸還翻俾佢哋。當然法庭最後睬佢都傻。大家覺得呢單嘢真係年少無知，抑或人生不足蛇吞象？歡迎留言討論一下。想知道更加多 NBA 得意消息、古仔及最新動態，請立即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Base HK。